咁我補咗 Jayden 2年左右啦，學校 Predict 我就攞2啦，咁最後就攞到4嘅成績翻嚟嘅。你好，我係葉柏橋啦，咁我就讀聖公會利永中學。咁我補咗 Jayden 2年左右啦，學校 Predict 我就攞2啦，咁最後就攞到4嘅成績翻嚟嘅。因為我嘅寫作能力比較差啦，咁所以我覺得 Jayden 喺寫作方面咧就好用心教，就最幫到我係寫作嗰方面咯。一般寫作老師就教起承轉合啦，但係 Jayden 會教埋呢個升華啊，着重係升華嘅點應該點樣寫啦，同埋教我哋係點樣去諗一個內容去套喺唔同嘅作文身上咯。我 Jayden 去上堂嘅時候咧，佢就唔會好悶啦。雖然佢成日 overrun，但係講下笑咁樣都會令到我哋好集中去到上堂啦。可能有陣時我哋因為夜晚先嚟上堂㗎嘛，咁我哋上完堂佢都知我哋攰，佢都會盡力咁去講下笑，同我哋多啲互動咁樣，令我哋都學到多啲嘢咁樣咯。比起學校啲老師就可能冇咁多互動啊，純粹教完就走咁樣。但係 Jayden 好有趣啊，比起上日校嘅老師嚟講，你留低問佢，佢都會好詳細咁答你咁樣咯，會令到你更加中意中文一個科目咁樣咯。